透早台南上大雨，市区的大同地下道积水有50公分遐悬，无法度过。伫咧仁德区嘛有车路淹水，就算无落雨啊，水嘛无提起。公所去现场勘查，发现是附近有土堆，互雨水冲去，甲沟仔塌掉咧。虽然积水已经有咧退，不过也是有水位土堆内底慢慢流出来。台南仁德区连续大家最近拿到雨地积水，民众拢真无奈，希望公部门会当协助解决。遐一堆土，啊，机车徛过路的厝。即几工拢是安尼的状况对啊。无啦，若落雨要处理就拢水啊。10透早落大雨，佮淹水，区公所收到通报了后去勘查，发现是附近屯土堆无做防护，土沙对雨水冲到排水沟仔内底塌掉咧，所以便若落雨就会淹水。遐建地呢，甲土蹲了伊遮，所以呢落大雨，伊遮悬较悬嘛，规个土挂落来水沟啊，水沟拢塌咧。透早时阵，公所随派环保桥水备车去支援。我们会持续的来督促这个地主的部分来处理这个相关土石的一个存放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置作为。那如果有相关有违法的话，我们会依相关规定来做移送。台南市区透早变大雨，各地雨水量都未少，台东地下道也积水50公分，无法度通行。市府紧急抽水以外，警方嘛派人管制交通，一直到6点20分解除封锁，开放通行。记者文正兴台南报道。